大家好，又翻嚟我哋沙冷 HEA，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亦都有嚟自馬來西亞嘅大馬 Sir。各位網友好，沙冷 HEA。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哋三個頻道芒向正向沙冷 HEA 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希望你留低建設性嘅留言啦。好啦，今節咧就講講呢個DJ 蘇打，大家知道佢都喺全球跑嚟跑去啦吓，咁聽聞都收入都幾好噶。咁但係咧，因為我睇到嘅時候，點解突然之間用呢個繁體中文去講嘢嘅咧？咁原來佢咧就話有台灣地區嗰啲宣文就宣佢嗱，咁原帖就係真嗱，佢係用繁體中文寫，我真的很想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在我的貼文下面會出現外貌攻擊的留言呢？幾乎只來自用台語或者係台灣中文留言的人嗎？我並不是說所有的台灣人都是這樣，但讓我感到好難過的是，在我所有嘅貼文入邊外貌攻擊幾乎都出現嚟自台灣嘅留言啊。咁有時候我亦都會忍住係唔去諗嘅咁係咪有啲台灣人其實唔中意我呢？咁包括台灣新聞相關嘅貼文下面啲留言呢，討論嘅內容似乎都經常圍繞住我嘅外表，有人話呢，我個樣越嚟越怪亦都有人叫我塑料嚟嘲笑我，令到我非常難受我從來冇評論過任何人嘅外貌，但係一次一次受到人哋嘅外表嘅評價，咁呢個好傷人噶。我就係希望呢，能夠被當成一個人嚟尊重，而唔係一張臉去隨便評論諷刺。好啦，嗱，咁最搞笑呢，咁啲人呢，咁其實佢開晒名蘇打就話好似嚟自台灣地區，佢都唔係全部，結果話呢啲係大陸人扮嘅，都真係唔係嘅，因為呢，佢都係點名咗一啲叫做係粉磚嘅。咁但係有個粉磚咧，佢就跪低咗喎。咁原來 DJ 蘇打咧，咁佢就俾人話佢啦嚇。咁原來佢直接點名一個粉磚叫你們鬼哥之三貓流的某一天夏天，某一年夏天屌啲死人名唔知乜撚嚟嘅。佢咁翹口嘅喂，係咯。咁直言咧冇辦法理解對方嘅評論。咁咧當初咧話我漂亮，喜歡我嘅人就係你哋啦。而家卻用一張臉咧話我變咗啦，甚至攞嚟嘲笑我。咁呢個粉磚你們鬼哥咧，亦都即刻發文道歉喎，跪低咗咯。咁咧原來咧呢個蘇打就係咧抱怨自己被抨擊外貌啦。咁粉磚你們鬼哥之三貓流的某一年夏天咧，咁發出呢個逆風文，咁拉了一班人落水咁就誠實地講咧，每個國家都有咧係網友咧係宣啲整容又或者係即係個對燈整過下嗰啲啦。咁台灣確實都會宣呢啲噶。咁亦都話喂，呢啲講係咪亂講？佢話咧安慰苦安慰但係咧也不能騙人。最好你們咧冇講過蘇打嘅呢個即係嗰啲某個地方係搖動啦，甚至咧連嗰啲即係重要部位都講，其實呢樣嘢喂你逆風咁，佢話講笑啫喎咁蘇打咧直接咧係攞圖開 Q 嘅名呢個肯定台灣人嚟啦，因為都出名嘛呢個粉磚咁你們鬼係佢哋先用繁體引以自豪啫嘛。同埋嗰啲騎騎嚟嚟嗰啲咁嘅幾嘢嗰啲粉磚嘅名係安到真係好翹口，係你哋啫嘛。係因為佢哋嗰啲新聞就係俾自己睇嘛。你睇佢啲咩硬晒講呢隻嘅晒即係你用翻嗰啲係佢自己睇嘅啫。嗱，咁就你們鬼哥亦都馬上發文道歉，就我真係冇諗到咧會被 DJ 蘇打截圖貼文但係居然咧係因為呢個實在抱歉啦，我真係咧對唔住。我原先意思係就係叫大家唔好咧係喺底下批評你嘅長相，其實台灣人咧好中意你嘅一啲啲啦，一啲啲啦。咁蘇打咧後嚟咧我都發咗係3篇文去回應3篇文去回應咁都值唔值得咧？咁真係嗱，咁最後一篇文咧咁亦都係講一樣嘅，咁就係我一直很喜歡台灣，為此咧非常努力。有人說咧我去台灣是為了賺錢甚至有人覺得咧我好似參加棒球籃球呢啲活動一定攞咗好多錢。但係其實咧我因為想更加親近大家，亦都想見下粉絲，除咗夜店活動之外其實呢段時間人哋棒球籃球活動咧都係1分錢都冇收去參與嘅，亦做過都幾偉大
哦，亦都做過捐款㗎。不過多辛苦呢，我都盡量同幾乎每一位遇到嘅台灣粉絲一齊合照啦。有時呢，我都會諗呢，好似我咁樣免費參加活動嘅韓國人仲有冇呢？咁因為我喺好多唔同嘅國家活動呢，所以留言亦都嚟自各個國家。咁啊死啊！佢咁講會亦都嚟激嬲一班人啊！你講好彩佢唔係講台灣國家啫喎。咁但係咁多年咧，喺我貼文入邊咧，幾乎揾唔到支持或者鼓勵嘅語言啊。咁而長期對我外貌進行羞辱，幾乎嗱佢仲講多次喎，幾乎咧都係嚟自台灣嘅留言嘅。喺嗯，關於我嘅新聞評論下咧，亦都總係咧有啲充滿係外貌羞辱嘅評論。咁所以咧一直喺度諗，我明明比任何人都仲要努力，點解得唔到我咧？真係咧非常難過咁樣講啦。咁真係唔知喎。不過有啲台灣人地區人都話咧，其實咧台灣都好多怪人嘅，唔係全部。咁我覺得都唔係全部嘅。係，咁仲有就但係係有冇人話咁你真係整啊嘛？你唔即係有人咁講可以話嘅，係有人咁講。我睇翻下邊之前嗰啲貼都有講嘅。咁當然有啲人話呢啲都係中共嘅陰謀嚟嘅，諗住醜化台灣人都係咁。唉，老共真係唔得閒，乜叉都入我數。習生好唔得閒啦，唔係佢哋，唔係嗱，你話咩小粉紅睇到呢個，喂最搞笑咧嗰個三立話咩嗰個漫畫乜鬼漫畫，我哋上次講嗰個，話人哋攞獎啊，你小粉紅好嬲啊，唉嬲咪嬲咯，小粉紅其實你除咗咁樣捉住死講之外，仲有咩啊？根本一啲大體都唔識嘅。我問你啦，我當你唔係你唔係一個 KOL 啊，普通網民啦，或者你係一個粉專嘅管理員啦，人哋留言話佢係某一個部分係整嘅乜乜咁樣，你有冇呢個？你覺得需唔需要刪咗佢啊？梳打應該係冇刪，我睇佢嗰啲喎。唔係你啊，即係唔係佢梳打自己嘅粉專嘅頁面啊？即係我當你係其他啲呢啲講韓星啊，講啲娛樂嘢嘅一個專業。如果有人轉貼呢個或者自己發文啊，話佢邊度整嘅乜乜咁樣，我刪唔刪你好啊？我就應該唔會刪嘅，因為哦，你呢個都係刪佢又問你點解？我係咩普通評論啫喎。咁又係，其實我都唔係，會刪嘅。但係你諗下人哋鬧我仔，我都冇刪。我都俾大華上睇過，話我仔有病嗰啲，呢個真係好黐線，小朋友啫，咁都唔放過你咩人嚟啊？不過我真係冇刪，我真係冇刪。我話之後大華上都問我刪唔刪，我話唔使刪啦，係嗰啲人都冇 Q，仲有但係亦都睇人招而家啦。呼佢嘅嗱，而家當事人啊，嗯就即係發咗文啊，埋怨有人咁樣幾年嚟一直話佢，當然唔係嗰位佢冇指明特定邊位啦。咁你睇到呢段新聞啦，咁你睇到如果近期再有人話呢個梳打嘅評論佢嘅身材啊，評論佢嘅樣貌乜乜嗰啲，你刪唔刪啊？如果梳打係在乎嘅話，咁咪刪咯。嗯，咁樣咯。因為你睇到佢而家都幾在乎下嘅，咁咪刪咯。咁呢單嘢啊，過咗一個月之後，再有人發，你刪唔刪啊？都會嘅，因為佢講明佢唔中咁意啊嘛。即係如果當時咁就有人挑戰你嘅咯。如果有啲藝人啊係都係有整過啊、微調啊、大調啊，點樣調過，同以前嘅樣唔一樣啊，所有貼你都要刪嘅咯。係㗎，咁冇計喎，因為同一個標準啊嘛，冇計喎。嗰啲胡乜坤啊、咩 baby 啊嗰啲啊，全部要刪嘅咯。係啊，冇計。好多人反對，咁樣你係咪一個即係公開嘅平台咁樣公唔公平先？好大爭議喎！你搞呢啲嘢，咁都係嘅，都係嘅。即係最後尾冇刪啦，話鳩得佢啊，話得唔刪佢又話你恰佢喎。你唔最主要係你刪得一個，你同樣嘅標準，點解嗰個我講嗰個係冇錯，就得？你佢投訴就要刪我啊？係啊，都好係幾麻煩，好難去好難服侍啦。搞喎。人就係咁撚樣噶啦，尤其是嗰啲村民啦。講真係嘛，啲村民係最撚難服侍嘅，其實就係。嗯，好啦，嗱，咁其實佢就話，即係佢講嘅嘢咧，咁有人都講嘅嘢都有啲觀點係啱嘅，就話其實咧，點解佢咁大反應咧？因為咧佢身心最脆弱嘅時刻又爆啦，就係因為舊年記得啲頭髮就係發生咗係染髮哦，
漂髮事件，咁所以咧啲髮廊嘅疏忽啊，導致佢啲頭髮咧大面積咁樣溶化斷裂啊！佢甚至咧係被逼啊，係剪咗90成頭髮啊，變成咗平頭噶。咁嗰個時間咧，幾日日係落嚟咧，都靠樣揾食嘅，真心講啦嚇，亦都唔夠膽照鏡啦。咁好不容易先至恢復自信嘅，咁重新咧假髮。大假髮咧，或者短髮時人啦，咁啊結果咧，有人就針對愛馬宣言宣語，成為咗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咁嘅兩派嘅罵戰嘅嚇。咁其實咧，咁有人就覺得咁即係咁孫文唔代表台灣人，咁我都覺得孫文唔代表全部台灣人嘅。喂，咁另外一派就認為公眾人物本嚟就應該承受人哋嘅評論，甚至評頭品足嘅。咁佢而大家都有家道理。喂係要承受人哋嘅評頭品足，但係而家佢好似一個承受嘅能力已經到達極限咗，咁佢出聲講叫冇出聲或者你唔好再刪咯，只能夠咁咯。係啦，只能夠咁啫。人哋開咗聲，咁你繼續嚟咩？冇錯啊！咁講真，同埋佢都幾大，都算係幾大膽，因為一般嚟講就唔敢講噶嘛。你知台灣嗰啲好煩，啲網民全世界嚟講都數一數二煩噶嘛。咁結果佢十幾廿個鐘頭持續係講，再講，即係都好似就唔太怕啲台灣啲書民喎。亦都好在意呢件事啊。係啊，係，冇錯。咁你話佢有冇真係執過下？應該都有噶啦。好難同你講冇嘅咁樣。咁樣都冇。咁因為大家對於韓國人咧，亦都係比較寬容啲，知道佢嘅國情啦嚇。咁講啊，特殊國情。近年大家對呢啲算唔算微調咧？即係有人嘅標準啊，係話冇開過刀就唔算嘅，淨係注射嗰啲就唔算嘅。係啊，所以而家啲技術先進咗咧，都好難講。所以就接受度係高咗嘅。但係你如果有啲媒體啊，嗰啲好衰噶嘛，挖翻未整之前嗰啲樣嚟做一個對比嘅時候，大家就話聲咯。咁其實佢都講真，都37歲，我以為佢係廿到尾啊，原來都37啊嚇。出道好耐啦。大家都覺得冇問題咪冇問題咯。我就咁簡單，即係大家覺得冇問題咪冇問題咯。好，咁今次節目時間嚟到先，多謝各位，再見。係。